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天气多变化，有时凉冷，有时热，害人家会头晕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眩，好引眩第5条。眩代表讲是目睭看袂清楚，头壳混乱，头壳戆戆，咱讲是目睭眩、黑暗眩。古早坐轿，若是有这款情形，咱讲是眩轿。啊，若现代大家坐车，假使讲坐车若是会眩，咱讲眩车。有的人就惯势食眩车单，就是眩车药啊。若是坐船，头会戆戆，咱讲是眩船。有的人去爬关山会戆，咱讲是眩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黑暗眩，就是头眩目，常常规个头壳戆，敢若看袂清楚物件，物件敢若伫咧转西共款。第2个词读做阳眩，这是一款一段时间会行，搁再行的镜头，有时会昏去，会夹子，抑搁有瀑布跑出来，骹手会皮喘。古早嘛有人讲是猪无电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警察日路的巡逻，发现一台车停伫路边，一个大进前甲伊关心，原来是赛车这个人阳眩镜头举起来，规个人敢若是黑暗眩，警察赶紧甲伊送到病院，才平安无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眩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